好多人每朝早都會食麵包做早餐嘅，呢一個陪伴香港人成長嘅品牌，你哋一定識。原來佢哋今年慶祝100歲啦！積金好僱主顧好你將來，今集帶大家走入嘉頓，睇下呢一間100年企業點樣成為好僱主。黃小姐你好，作為一個紮根香港持續發展100年嘅知名食品企業，到底你哋有乜嘢成功嘅秘方呢？品質同埋創新咧係兩個最重要嘅元素嚟嘅。咁多年嚟咧，嘉頓一直係與時並進啦。近年喺好多方面咧，我哋都會有啲改革嘅，包括製作嘅流程啦、我哋嘅系統啦、產品啦、市場策略啦，同埋整個公司文化等等。希望公司嘅形象咧可以係更年輕同埋更有活力嘅。其實我知道咧，都唔單止係食品啦，而且公司仲有一啲好有創意嘅員工福利嘅喎。係啊，我哋有一個好特別嘅入職紀念日假期，係俾同事咧喺入職週年嗰個月份咧去揀一日放假嘅。另外咧，我哋仲有一個生日假期啦，兩個假期咧都好受同事歡迎。我相信咧，除咗假期之外，員工買嘉頓嘅食品一定有唔少優惠啦。我哋咧其實每一個月咧都會有購物嘅現金券啦，同埋一個折扣券咧係俾員工嘅。我哋亦都有一個員工專用嘅購物 Apps 嚇，咁員工購物嘅時候咧就更加方便啦。咦，咁又幾好喎！你哋平時會唔會都搞多啲活動，令同事有多啲歸屬感呢？會㗎，我哋不時咧會舉辦唔同嘅活動啦，好似每季或者節日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有 Lunch and Learn 舉辦唔同嘅興趣班。例如新春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邀請導師嚟教寫揮春啦；中秋教整月餅，聖誕就做薑餅人。咁喺退休保障方面，你哋又有啲乜嘢關懷員工嘅措施呢？我哋現行有2個嘅強積金受託人，同事可以按自己嘅意願咧去選擇受託人嘅。除咗法定嘅強積金咧，其實我哋仲有公積金俾新入職嘅同事咧係多一個選擇。另外咧，每年我哋都會請受託人咧同員工去做一個分享會，講解積金表現啦、投資回報啦，等同事咧係多啲資訊咧去管理自己嘅強積金，退休前咧做好理財嘅準備。由入職紀念日去到退休規劃，都感受到暖暖嘅幸福滋味。最後有冇咩金句想同大家分享下呢？嘉頓踏入100週年，我哋創辦人張老先生嘅理想咧，就係讓中國人吃得好。我哋每一位嘉頓嘅員工咧，都會秉持住佢呢一份初心嘅，都係帶住微笑嘅麵包師，為大家延續生命麵包嘅幸福滋味。